哇！位於港島區最核心區域嘅灣仔站旁邊，由恒基打造嘅活道15號，擁有999年地契嘅 Woodies 今日正式推出咗啦！今日你只需要攞住呢個價錢，你就可以進駐翻全香港無人不知嘅核心區域啊！除咗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呢個灣仔站 A3 出口，一個站金鐘銅鑼灣，2個站香港權力核心嘅中環啦、會展同埋海洋公園，3個站咧仲可以去埋呢個九龍站、高鐵站、紅磡理工大學之外咧，我哋仲擁有灣仔12嘅校網，周邊有聖約翰嘅小學啦、瑪麗曼小學同埋香港華仁書院等等無人不知嘅名校啊，提供到呢個全方位嘅優質教育俾你。咁有熒幕前嘅咁多位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咧，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俾個11 Kenny 會將所有資料極速送上啊！咁廢話唔多講，即刻同大家去睇睇位於灣仔地鐵站旁邊咧，插針都插唔入，擁有999年地契嘅 Woodies 究竟發生咩事？嗱，雖然我哋 Woodies 咧屬於喺灣仔區一個單棟式嘅物業啊，但我哋入邊嘅單位相當地多元化喎，一房兩房以及3房都全部俱全啦，而且再加埋我哋恒基呢個發展商加持之下咧，598尺竟然做到3房俾你，會唔會令你震驚？即刻同你睇睇。嗱，入門口位置咧做咗少少側邊玄關位啦，但係呢啲位置你可以唔嘥喎，呢個位置做翻個大櫃或者直身嘅咧都係冇問題嘅。入到嚟先睇睇我哋其他家庭成員嘅浴室先。浴室方面咧，我哋做咗企缸乾濕分離啦，整體空間雖則唔係好大啊，因為始終我哋598尺做3房俾你喎，但係呢邊要企2個 candy 或者一對愛女同一時間沖涼，完全冇問題啊！呢邊做咗個大鏡櫃啦，大量嘅儲物量空間，同埋你會見到恒基好中意用呢啲深灰色再加淺灰色合拼埋一齊咧，成件事相當地立體，而且好多時咧浪費咗個空間咧，恒基都冇同你嘥啊，做晒啲大櫃喺度同埋層板喺度，大大增加翻個儲物量空間，相當地實用啊！最令我估唔到咧，一個咁細嘅面積空間咧，我哋客廳長度竟然有成6.6米喎！呢邊飯廳空間咧輕輕略略度過4至6人餐桌，完全冇問題。再配合埋呢個3.5米咁高嘅樓底咧，整個面積同埋呢個樓底空間嘅氣派都出晒嚟啊！嚟到我哋呢邊客廳空間就大概可以擠3至4人嘅梳化咁上下啦。前方位置因為又受牆身所限啊，所以75寸電視應該都係啱啱好噶啦。睇女士小天地先，嚟到我哋呢個女士小天地啦！哇，呢個位置唔好睇少啊，成3米噶，一個3米長度嘅廚房，竟然拼落我哋一個細則嘅3房入邊咧，都係相當誇張噶。而我哋邊所用嘅品牌咧都係頂級嘅，Michelin 嘅抽煙機啦、爐頭啦、西門子嘅微波爐啦、洗衣機、雪櫃全部一應俱全，完全唔會估得到598尺嘅面積空間做3房套房俾你之餘咧，我哋嘅露台咧呢個位置有成2.9米喎，而且再採用埋呢個大趟門設計咧，如果好似依家呢個天氣咁少少秋意涼啦，兩邊推開，然後感受住呢個跑馬地嘅感覺景觀咧，相當地正啊！哇！而且恒基真係相當地誇張，一個598尺嘅單位竟然可以做到0走廊米俾你喎！相信市場上面除咗恒基，真係冇乜發展商可以做到咁樣啦。先睇睇細房先，嗱，細房整體空間咧唔算好大啊，但係呢邊整體空間都成7尺半嘅喎，4隻床3尺半衣櫃完全冇問題。但係如果你做小朋友房嘅話咧，唔好唔記得我哋有3.5米咁高樓底，做翻啲垂直空間，上床下書台側邊衣櫃咧就相當實用啦。而且我哋整個睡房咧做咗一個大落地玻璃㗎，